讲到即摆学生囡仔读册压力是真重。这儿童福利联盟就针对高中生做学习压力期来做调查，发现讲这学生学习过劳情形是一年比一年搁较严重。希望透过这调查报告，让各界重视囡仔学习压力还有心理健康。儿童福利联盟针对各中生学习压力来做调查，显示有尾仔2成的学生有学习过劳的情形，对2011年到今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今年调查的结果，学习过劳是历史上上严重的，平均每5位学生就有1位学习过劳。儿童福利联盟表示，透过调查也发现，有3成的学生会因为压力伤大，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。那我一天的 loading 就是12小时，那我到家还要写作业，我还要准备隔天的考试，我隔天还要早早的起床。那这对其实才14、15岁的国中生来说，对他们来说这个 loading 真的太重了。12到未满15岁的国中生，在我们调查当中有高度的需求，需要得到帮助，都是高危险群跟高关怀的群体哦。根据调查，致使学生学习过劳的原因，包括睡眠不足、和长时间的通勤等等。学者讲，学习是一世人的代志，应该将学习的时间缩长来减轻压力，避免造成学生焦虑、颠倒拒绝学习。也建议学生若有需要帮忙，爱找学校的心理老师，莫用 AI 来排解压力。其实我们都一直倡议 ，AI 只是一个辅助，但是它绝对不能取代辅导或咨商的功能。辅导跟咨商模式其实是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而且他不会一昧就会跟他说，你说的都对，你说的都好。他其实会有给他一些思考，甚至是挑战他的方向。儿童福利联盟呼吁政府爱将心理支持的方案适用的年岁。对15岁降低至12岁，和12岁的学生也会当使用。嘛建议家长莫用分数来含囡仔讲条件，互因了解父母的关心，毋是用分数来定义的。家庭甲校园拢爱改变，强化对学生的支持系统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